如果你过了60岁还以为身体变弱是因为年纪大了，那你可能忽略了一组肌肉。这一组肌肉决定了你会不会在浴室里跌倒，或在捷运站摔跤。台湾每年超过27%的60岁以上老年人跌倒事件，其实都是因为臀肌无力，不是因为老了。臀部就像你身体的主引擎，专门用来对抗跌倒。如果引擎熄火了，你的双腿会发抖，腰会痛，步伐不稳，最后很容易摔断髋骨。现在我要警告你，如果你太早关掉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6个运动。这些运动能帮你避免因为一个小滑倒就住院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医生，今天要跟你聊聊一个很多台湾长辈都不知道的真相。为什么台湾人过了60岁会衰退得这么快？因为肌肉量减少了，身体失去稳定性，最后只能依赖子孙照顾。我鼓励你把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接下来我会想细教你怎么安全的训练。还有一个只有台湾长辈才需要特别注意的秘密，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，只要你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你的身体会回应你。你知道吗？每次你吃完饭站起来爬捷运站的楼梯，或是从夜市提菜回家的时候，你用到的臀肌比你想象中多太多了。臀肌就像你身体的刹车、引擎跟平衡器，如果臀肌关机了，你的腰部肌肉跟膝盖就要代替它工作，结果就是膝盖痛、轻微的椎间盘突出。现在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跟你解释，臀肌包含臀大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这3块，它们的作用是稳定骨盆，防止你往前倾倒，保持走路时的平衡。在台湾的生活情境中，很多长辈常常去庙里拜拜，去市场买菜，站很久，结果腰很酸。其实就是因为臀肌没办法承受重量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教你的6个运动，全部都是专门为台湾60岁以上的长辈设计的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而且都有安全版本。每次你在小吃店坐下来吃面，或是拜完祖先站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动作其实就很像深蹲，但是传统深蹲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可能会让膝盖痛，可是相扑深蹲就不会。什么相扑深蹲对60岁以上的台湾人这么好呢？因为它减少膝关节的压力，在安全的姿势下增强臀肌力量，还能帮助你爬公寓的楼梯。现在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双脚打开比肩膀宽，脚尖朝外，大约30度。第二步，背部挺直，肚子收紧。第3步，直直往下坐，不要把屁股往后推。第4步，用脚后跟的力量站起来。如果你担心会受伤，这里有安全版本，在前面放一张椅子，轻轻扶着它。如果会痛，就只蹲到40%到50%的幅度就好。台湾长辈最常犯的错误是膝盖往内倒，这样会痛。还有就是腰弯太多，如果你做得慢一点，你会感觉到力量进到臀部外侧，那是非常好的信号。你不用急，慢慢来。
但要坚持做，这样你的臀肌才会真的变强壮。现在让我给你介绍一位病人，她叫李阿姨，今年72岁，住在台中。李阿姨来找我的时候，她说她没办法，不用手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。我教她做臀桥运动，连续做了18天之后，她站起来变得轻松多了。这就是今天我要教你的第2个运动，也是最安全的运动，因为你是躺着做的。为什么这个运动最适合常常坐着的人呢？因为躺着做绝对安全，不会对膝盖或下背部造成压力。现在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躺下来，膝盖弯曲，双脚打开，跟臀部一样宽。第2步，把臀部抬起来，让肩膀、臀部、膝盖形成一条直线。第3步，停留1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来。如果你有腰痛的问题，有一个更温和的版本，在腰下面放一个薄枕头，臀部只抬高20%到30%就好。这个运动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处的？你从椅子上站起来会更容易，还能减少因为骨盆前倾造成的腰痛。李阿姨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做。她说她现在去庙里拜拜，站着也不会累了，只需要一个动作，你就能感觉到臀部醒过来。就算你已经65岁、70岁，甚至80岁都可以。这个动作叫做驴子踢腿。为什么它这么有效？因为驴子踢腿专门训练臀肌，让你能更好地控制它，而且不会对膝盖或腰部造成压力。现在我详细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四肢着地，手跟膝盖撑在地上。第2步，把一只脚往后抬高，膝盖保持90度，不要转动臀部。第3步，把力量集中在脚后跟。如果你觉得膝腹盖不舒服，可以在膝盖下面垫一条毛巾。如果腰会累，就不要抬那么高。台湾长辈最常犯的错误是腰往后仰太多，或是臀部左右摇晃。这个运动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？当你需要弯腰捡掉在地上的东西，或是推开重的门时，这个运动训练的肌肉就会帮到你。每天做10到15次，你会发现臀部变得有力多了。如果你曾经在捷运站下楼梯时脚步不稳，差点跌倒，这个运动会改变这个情况。为什么保加利亚分腿蹲这么有效？因为它能减少左右腿肌肉不平衡的问题，还能提升你保持平衡的能力。现在我教你怎么做。第1步，把后脚放在椅子上，前脚是主要出力的脚。第2步，保持身体挺直，垂直往下降。第3步，慢慢站起来。如果你担心会跌倒，这里有安全版本，一只手扶着墙壁，或是把椅子的高度降低一点。如果做错了，会有什么风险？膝盖超过脚尖，会让膝盖痛，臀部转动，会让力量分散不均。这个运动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？你上下公寓楼梯会更稳，走在9份那种斜坡路上也会更有信心。很多台湾长辈因为住在老公寓，每天都要爬楼梯。如果你的腿没力，每一阶都是折磨。但是如果你持续练这个动作，2个礼拜之后，你会发现爬楼梯轻松多了。如果你想去菜市场买菜，走几步路之后不会觉得腿在抖。弓箭步就是你不能跳过的运动。弓箭步有什么好处？
它能增强3组肌肉：臀肌、大腿前侧、大腿后侧，还能改善你走路的姿势跟平衡感。现在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往前跨1大步，2个膝盖都弯曲成90度。第二步，把重心放在前脚的脚后跟。第三步，站起来回到原位。如果你觉得不稳，可以做静态弓箭步，扶着椅子，或是做半幅度的弓箭步。膝盖不用弯那么多。台湾长辈常犯的错误是前面的膝盖往内倒，或是身体往前倾太多。这个运动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？当你弯腰捡东西，或是跨过家里的小阶梯时，这些肌肉都会帮助你。很多长辈跟我说，他们做了弓箭步之后，去庙里拜拜跪下，站起来都变容易了。小腿无力会让你跌倒的几率增加2倍，但是你只需要一个15秒的动作就能恢复。为什么小腿这么重要？小腿就像血液帮浦，它能预防脚肿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尤其当你在捷运站排队，或是在市场走来走去的时候，现在我教你怎么做垫脚尖。第一步，站在墙壁旁边。第二步，脚尖踮起来，小腿用力，然后慢慢放下来。第三步，重复15到20次。如果你担心会跌倒，可以扶着椅子。如果觉得太难，就不要踮那么高。台湾长辈常犯的错误是身体往前倾，或是点得太快。这个运动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？你能走更远的路，脚踝也会更稳定。去夜市逛一圈也不会觉得小腿很紧绷。很多病人跟我说，他们做了垫脚尖之后，脚比较不会肿了，走路也比较轻松。只需要7天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稳定了15%到20%。就算你已经很久没运动也一样。现在我给你一个详细的7天计划。第1天相扑深蹲加臀桥，第2天驴子踢腿加垫脚尖，第3天主动休息，散步10到15分钟。第4天相扑深蹲加弓箭步，第5天臀桥加保加利亚分腿蹲，第6天垫脚尖加驴子踢腿，第7天轻松综合训练。安全原则很重要，不要连续2天做太重的运动。如果会痛，就减少动作幅度。如果头晕，马上停下来。我鼓励你，只要坚持14到21天，你的身体就会不一样。很多病人一开始觉得很难，但是做了1个礼拜之后，他们都跟我说，医生，我站起来真的比较轻松了。所以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不要放弃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身体不会背叛你，它只是在等你重新启动它。当你第一次不用手撑就能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那就是你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当你去夜市买东西，膝盖不再痛了，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变年轻了。记住，重新找回身体的力量，永远不会太迟。如果你准备好要找回臀部跟双腿的力量，请在留言区打上“星星”这个字，还有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爸妈、兄弟姊妹，或是任何腿脚无力的亲人。你可能正在帮助他们避免一次危险的跌倒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祝你健康平安。